许多人难以参透无我的真谛，佛陀便以火为喻，为我们指点迷津。所谓的我，恰似一团火焰，它并非独立存在，而是依缘而生，好比火，依仗新柴与空气方能燃烧。当心尽火灭，正如肉身之凋零。然而，一旦因缘际会，譬如雷霆击中枯木，烈焰便会重燃。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，依附于色身与外境而存。内心深处的贪爱，恰如那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，在轮回中再次点燃了生命之火。故此，世尊如是说：譬如火，有余得燃，非无余。空中飞火，依风故住，依风故燃，以依风故，故说有余。